各位兄姐平安。这是吟诗学乐的时间，请咱会当献开咱的信息，头前咱的信息254首，254首，祈祷做咱坚固地基。这首诗歌是根据以弗所书第2章20节，甲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7节所做的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伊的歌词，咱会当看咱的信息吼，咱的倒手边下骹遐有写，这是第7世纪的时阵一个拉丁的信息吼。这个曲调，这是法国的一个曲调吼，所以真好听。这首诗歌吼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。这首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甲第4节。看到咱第4节，咱较早拢咱的信息顶头拢写三位一体，咱即摆咱的信息拢爱改做三一上帝吼，所以那会当的吼，咱的信息会当的，咱会当甲小改一下吼，所以毋好讲后摆佫摕起来，佫是三位一体，那会当的，咱的三位一体，咱来改做三一上帝，咱若有笔吼，咱就爱甲改一下吼。好。煞遮咱来看126首，126首美妙主耶稣，咱会当掀起看袂？咱来先煞看125首，嘛是美妙主耶稣，意思是用即个词吼，即个歌词，即个歌名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125首，一个是你的曲调是126种。所以咱会当今日咱唱的是即个曲调，这是德国的即个曲调，两边拢是，但是伊的年代有无啥共款。咱来看咱的信息，是毋是125甲126是共款？但是咱的曲调无共吼。咱较常常听到就是125吼，美妙主耶稣，好。这首诗歌足好听，迄更轻轻慢拢足好听。但是咱今日要学习的是126这个曲调吼。所以咱真正来听咱的抒琴，甲咱弹一遍好无？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3节，预备来。
好，煞遮咱来看71首，正是71首，基督世界真光。这首诗歌，伊嘛是英国的歌吼，这个曲嘛是法国的曲吼，法国的曲。基督世界真光，以外无别个。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讲说，咱看见伊，亲像看见天父荣光至关上帝。这首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佮第3节。今日研习就落到这。
这时礼拜要开始，请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。所有求救上主的人，上主会甲因亲近；上主亲近、亲死求救伊的人，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伊会听因的求救，过来拯救伊。咱三个来念圣诗，圣诗第25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请起立。
请咱三甲徛伫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全能行拯救的上帝，你创造宇宙万美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诸事拢有伊的时。主和所做一切，拢伫适当时为因成做美好。主的计划袂变，主的心意煞到万世代。愿感谢你。当阮伫舞台时，主就认捌阮，拣选阮来听阮。愿感谢你。有时阮拄着委屈、无公平的事，阮的心愤怒。主悠然伫地，用主奇妙方式来疼惜阮、启示阮，互阮无久长伫黑暗的情绪内底。有主的平安临到，愿感谢你。有时阮拄着不幸的事，阮的心孤单、艰苦，总是主悠然陪伴阮。当阮毋知命做时，主为阮开路，愿感谢你。有时拄着意外，也是阮家己过错，直到伤害着别人，阮的心不安。总是主悠然保护，无阮的过错也是意外上过头，也保护别人的安全。愿感谢主。阮也要承认阮的罪，当阮的心愤怒、埋怨、苦毒满时的时，有时阮会做出阮无愿意做歹，来得罪主，求主原谅。有时因为意外，阮的过错，遇到别人艰苦甲苦痛的时，求主赦免。有时阮拄着环境甲家己的困境，毋知安怎做，却袂记得对起初就帮助阮的上主，一直以来的稳定甲慈爱。我来倚靠主，却来倚靠袂当靠的虚假，求主赦免。主啊，你捌应允，当阮反悔安歇，阮就得到解救；当阮定睛信靠，阮就得到快乐。当阮反悔归向主的时，阮就得到对主来更新，也得到复兴。就算伫风暴的所在，主也要重建，主也来祝福。求主帮助阮。有甲主同在的确信，继续甲主同行，有气力来面对大样代志。求主祝福阮中间，若是有身体欠咱的，求主医治，互因康复；若是有心灵困苦的，求主安慰。求主继续祝福教会，互阮继续伫末年曙光会当传福音，和日子的彼此扶持帮衬。伊命去做来成长，也求主的灵在，互公义会当实现。继续祝福阮台湾，互阮民主自由的生活。即时，我们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，伊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启应，请掀开圣诗后面第7005页，出自诗篇12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
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。去底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家天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山野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亲自教示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，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。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咱三甲经信息第160首，信息第126首，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咱三个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当时的正经儿，要伫你面前用恭敬的心，来听你的话，领受你的教示。求主的权能甲怜悯帮助阮，互阮有恒心迄着叫醒，明白你的心意。知影什么是上好的，来跟对主来行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咱三个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以赛亚书第44章第9节到28节。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28节，请同我来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9节。所有制作偶像的人，拢无路用。因所介意的，拢无利益；拜偶像的人，拢痴迷无知，因拢会失败见效。这人制作神明，制作无用的偶像，你看，伊的同胞拢会见效。财富不过是人，互因拢组织我来，准备就法庭，因会惊吓，因会见效。拍伫师傅，家己放伫火炭内，有火红，用用的手骨也钢锤拍出身体，因若枵就无力，喙焦无啉水就野生。目睭用金线娘，用粉笔画线，因逐种器具雕刻，用圆尺画无，照人的款式做细人形。做偶像，甲伊栽伫庙内。伊做白香树，
搁紧青冬树甲上树，互因伫树林内生长，伊栽进松树，挺后雨水润泽，互因大长。然后树插起来做火柴，有诶摕来互厝内较烧热，有诶点着头项饼、充饥，搁一寡做新香、较贵、较摆。一般诶衫，伊起火烘肉来食，食到满足，伊嘛家己哪行哪讲，赞！我看火咧倒，感觉真烧热。伊用所剩诶衫做一个神明，做偶像，为了去甲拜。对基督讲：“你是我诶神明，救我。”即款人毋捌，阁袂理解，因为上主甲因诶目睭糊地，互因看袂到，甚至窒地袂晓想。因拢无咧想，无知识，无聪明通讲。一般诶衫，我用做火炭烘饼，嘛烘肉来食。所剩诶衫，我简单用来做一个偶像。我简单为了去拜一个插头。用火釜煮饭食，戆甲互人怪气，我都救家己。用神人手来捧的偶像，根本毋是神明。上主安尼讲：雅各啊，要晓记你遮的代志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。以色列啊，我一定袂甲你袂记得。我已经甲你的罪过扫除，亲像甲蜜粉吹散，擦消你的罪恶，亲像互薄雾消散，就归向我，因为我有救赎你。这个天啊，就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做这项代志。你的亲戚啊，就大声喊，大山小山就出声唱歌。树林甲内面所有树啊，就唱，因为上主有救赎伊雅各，要通过以色列显示伊的荣耀。互你伫舞台成行，救赎你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是上主，是万物的创造主。我天开天的时，单独一个；我铺地时，只有我家己一个。我假先知的调头混乱。互不乖的人有切失败，我互有智慧的人见笑退后，有知识的人变有望。我仆人的话得到证实，我使者计划实现。阮的耶路撒冷，我讲，要有人要伫遐徛起。阮的犹大城市，我讲，我要甲因起造，已经变丰富的所在。我甲因重建，我对青烟讲着打去，我袂要你河流拢打去。我对再律师讲，你着替我牧养，你着完成我的旨意。伊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，定心系圣殿地基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引带咱来信靠伊。这时，咱请阿萨士班献诗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
声黄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上主对抗虚无的偶像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24班通过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带领咱做阵来敬拜。伫歌词的中间是咱真实，其实咧展现出上帝伫历史中间的掌权，搁较是回应先知以赛亚的信息。先知甲咱讲，上帝是创造的主。伊是开始，是终末，伊是主导历史唯一的真神。咱来看见古早的世界，战争唔单是武器的对抗，搁较是人民中间的征战。每一个民族拢掠因家己的神拍赢做荣光，所以当巴比伦人拍落这个耶路撒冷，毁坏圣殿，掠走这的百姓，到伫巴比伦的时阵，巴比伦的人真嚣摆。伫诗篇内面安尼讲起，因咧唱声，以色列人讲：恁的上帝伫倒落？所以帝国的起笑。甲伫犹太人流亡的建效的中间，这个民族陷落伫信仰的危机。因伫遐问：咱所信仰的上帝，敢互外国的神拍败去啊？咱的上帝敢有缘掌权？但是先知以赛亚的声音，伫流亡的犹太人中间。甲因讲，恁唔免惊，唔免喘。这是咱顶礼拜所读的44章第8节。先知的话，伊唔单是出伫安慰，伊常时嘛是咧唤起即阵受掠的百姓，重新去认捌因的上帝。这个上帝耶和华，伊无过是一个地方。民族的守护的神，伊乃是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历史的主宰。顶礼拜咱读到第1节甲第8节的时阵，这个受掠的百姓的身躯顶，因爱安怎请义？请因是属伫巴比伦王，也是罗列主的财产。但是先知伫遐。一个新的宣告，迄讲，恁无搁请义伫身躯顶，乃是要请伫恁的心灵，爱请啥物？我属上主。这个印记，就是要甲因讲，恁要脱离奴隶的身份，恁要归属伫上主。所以当上帝讨放因的时，因会通伫众人的面头前宣告因的身份，原是属伫上主。因为上主亲自要介入这个历史，甚至上主要兴起波斯的君王塞罗斯，乘做伊的器具来完成伊的拯救的工作。这款的宣告，非常对犹太人来讲。非常唔捌看过、唔捌想过的代志，因为竟然上帝会超越宗教、超越这个民族的界限，通过一个外邦人的手来成做上帝拯救的旨意。也因为这件代志，以色列人要做上主的见证人。伫旧约的新约教内面，因咧讲起这段经文是出自公元前第6世纪，巴比伦掠犹太人的末期。当初时，巴比伦是宗教艺术制造偶像的中心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经文内面，咱会通看到先知的讲起，讲因用这个铁去拍做偶像。用茶雕刻偶像顶顶遮的，
这偶像毋敢若是一个宗教象征，更加是整个帝国经济政治体系顶头会讲起，因的神是偌尼啊大。面对这款的偶像的文化，以色列人因的信仰受到挑战，因受掠做奴才，因会感觉讲家己的上帝是安怎太安静无出声。因受掠到伫外邦，因的圣殿嘛受拆毁，所以先知伫遮，伊要来讲起什么代志？伊要甲以色列人讲，讲遮的插头，还是雕刻偶像，竟然互人去拜，因的目睭袂通看，耳孔袂通听，伊是通过安尼来做一个批判。即款的批判。伫古早时阵，会讲起偶像，其实是人的心所投射的。今仔日现代，咱嘛有偶像，毋敢若是即款的偶像，有可能金钱嘛真做偶像。所以耶稣讲，一个人袂使服侍两个主。有当时咱将马文、金钱当作神，甚至先知。的信息的提醒，讲除了我以外，无有上帝。这也是要通过安尼来唤起以色列人，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伫这个44章的内容内面，咱一开始直接看到，先知讲起偶像崇拜的陷阱，后来转往。上主对以色列人的创造甲救赎的计划，最后上帝讲起，伊要兴起波斯皇帝塞罗斯来成做拯救的工具。咱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所讲的内容。咱先来看第9节甲20节，遮所描写的这段经文的描写是一个真典型。希伯来诗歌平衡的结果，透过讽刺的手法，会讲起遮的偶像，其实迄个崇拜，人用茶出一半做燃料来烧物件、煮物件、烘肉；另外一方面，又竟然摕这个茶来雕刻因所拜的偶像，这款的对比，而且。互咱搁较会通看到即款会陷阱的代志，而且一开始，先知以赛亚徛伫一个亲像法庭的所在，严肃而且带有讽刺的讲起，因的神敢真正会救人？结果证人安怎掂掂？以赛亚是用这种法庭上辩论的口气，来问讲。什么人才是真正的神？什么人会通带来拯救？迄个答案真简单，这个人的手所做的神全然无路用，因为制作因的拢成做一种虚空，也是空虚。这个词“空虚混沌”，这个词是创世纪第1章第2节所用的语言。换一句话来讲起。当人在敬拜偶像的时阵，就哪亲像将人带转去到伫创世纪迄个混沌空虚的状态，离开创造的次序，迄个全然的黑暗内面。所以先知伊的讽刺，伊嘛是带有新学性的一个意义。人若将家己的物件、制作的物件当作神，安尼就是拒绝创造的上帝。这款的讽刺，其实要来表达人想要来控制神，毋是要来敬畏上帝。那亲像现代人会讲，我掌握家己的命运，听起来那亲像充满快乐，但是命运只是你所做的偶像，亲像金钱、名声等等这的物件，
最后迄个溃烂会将你吞食落去。所以以赛亚伫遮指出，人若倚靠家己的手所做的物件时，迄最后的结局就是安怎？混沌也是空虚。再接，以赛亚进一步来描写偶像制造的过程。伊所描写的画面，咱看起来看到一个真罕古的画面。首先，咱来看迄个拍铁的师傅，伊流汗，伊伫遐拍神像，无用甲规个拢无力气，甚至腰，佮掠准家己的创造者的生灵。再者，咱嘛看到目睭出来啊，伊扭线、画图、雕刻，伫遐磨真心来规划，拍造起来亲像人的神。伫以赛亚伊所描写即款的讽刺，人努力去做家己即个神的形象，其实是咧做家己的形象而已。而且有一个神学上真明显的对比，人做神像对比上帝的做人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，上帝咧讲：我创造你，我捏造你。但是到44章的时阵，竟然变成人会捏造上帝，捏造因所信的神。这款的描写，拄拄互咱看到创造者甲受创造的角色完全颠倒并。第16节到17节，这是一个真高调的描写，会当将茶当做茶来烧，伫顶头烘肉食饱饱，也会当将这个烧的茶摕来不落烧。讲这个火真好，真温暖，但是却用一部分去做偶像，伫遐拜这个插头，伫遐向伊祈祷讲：你是我的神，拯救我。这是真罕古的代志。伫伯来诗的中间，真强烈的表达这款的对比：一块茶会通来烘肉，同款的茶会通来雕刻做神，这是信仰的颠倒并。这对理性来讲，这嘛是真罕古的代志。制作者伊也会骄傲，伊也会野心，这拢互咱看到人的有限。一个有限的人如何去创造一个无限的神，这实在是真罕古的代志。但是先知用这款的描写会讲起，恁来知影，这不离过是插头。这段话对迄当时，其实插头伫古早的这个巴比伦人，因嘛安怎有这个入神的仪式。但是先知伫遮咧讲，莫骗啊！这根本是安怎将你炒起来的茶当作神而已。咱来看18节到20节，遮的描写。以赛亚无阁用讽刺的讲法，伊伫遐安怎转换一种的这个描写。第18节，伊安尼讲起，讲即款人无捌袂理解，因为上主甲因的目睭固定，互因袂看到。心伫塌的，袂晓想，这是先知伫遐讲起。这其实是灵性的，这个咱讲灵性的麻木。人竟然将家己所拜的款式，伫遐怎？这个偶像看袂见、听袂着、讲袂出话，但是伫遐人竟然做伊。是为着甲因同款，所以先知拆除这个巴比伦对神的神观以后，伊鼓励以色列人，恁都爱确信上主耶和华的神观。
而且爱讲这虚妄的心，意思是讲，唔单单是讲白贼，是扭曲这个事实。因的心内已经受扭曲啊，无有智慧。上悲哀是20节，而遐讲，要讲起因用火夫准饭食，讲甲互人怪气，无法度救家己。这是先知伫遐最后的一个结论，要讲人拜这个假神，就是安怎，亲像揢火夫的纸妖共款。再者，咱来看21节到23节，遮的描写。21节内面的这个描写，互咱看到，会讲起，讲上帝亲像一个温柔的老爸，伫遐唤起囝儿的名，会讲雅各啊，爱会记得一件代志，以色列啦，你是我的牧人。这个纪念会记得这个代志。毋是单纯的回忆，乃是要转去到甲上帝迄个关系的内面。这个纪念包括啥？纪念甲上帝中间所立的约。纪念毋是伫遐怀旧，是要转来到上帝甲因的关系。上帝的呼唤因，敢会记的？我捌创造恁，毋干那伫舞台的时阵，我塑造恁。也是伫恁绝望的中间，重新来创造恁。而且的语言塑造也是创造，毋干那是咧讲起创世纪迄个开端。每一摆的这个下面重新的行动，上帝拢讲我创造恁，我无去杀恁。咱也亲像以色列人。因的处境同款，咱有当时咱会失落，咱会受掠的处境，咱会怀疑上帝敢是离开咱。但是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咧提醒，上帝要纪念伊将来袂放袂记的。上帝纪念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，对咱来讲呢，上帝也纪念咱捌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。来领受洗礼所立的约，伫这个22节继续安尼讲，我赦免恁的罪，亲像这个撤销恁的罪，亲像互暴雨消散同款，又归于我，因为我有救赎你。这是一个画面，罪哪亲像真高的云同款，将迄个日头压掉。日头的光无法度照入，但是上帝讲，伊将这个密云甲撤销、甲刷开，互迄个光搁一遍照伫人的生命的内面。所以，这个撤销，这个字眼，伫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时阵，是伫创世纪大水的故事内面所有的。上帝撤销地面上的罪恶，互世界重新来开始。哇！这句话，第22节，上帝讲，伊要扫除因的罪，要撤销因的罪恶，就是要互因的生命，这个民族重新来开始。这是上帝主动的行动，赦免毋是因为人悔改的结果。下面是上帝要重新来起造，要起造这个民族。所以上帝直接讲，我毋干那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也是重新起造、重新创造这个新的民族。过去这个民族掠准外邦人，就是因怨恶的，但是即马这个民族，上帝要互因知影。我要对外邦人的中间来兴起一个拯救者，迄突破因的眼界。因过去掠家己是选民，真骄傲，但是今仔日上帝是要通过一个外邦人来成做因的拯救，来拄拄拍破因过去的人物。第23节
以赛亚邀请整个的宇宙拢做阵欢喜，这是一个真壮观，天地若亲像交响乐团同款。当上帝赦免人的时阵，毋敢若人受拯救，连受造界拢做阵更新。所以23节安尼讲，讲这个天啊，就欢喜，因为上主有做这项代志。大山小山爱出声欢喜，树林甲内面所有的树就唱歌。所以你甲看即款的画面，人受拯救、受救赎、受造的世界也做阵欢喜。上帝是既然是一个创造世界的主，伊也要来维持整个世界新创造的可能。所以对这，咱会通看见，亲像新约新创造的目标同款。以色列因回归了后，成做一个新的民族。保罗嘛类似有即款的观念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讲：讲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所以赦免的结果毋是结束，赦免撤销了后，要安怎新创造的开始？上帝毋是干那撤销因的过去的罪犯，嘛是邀请因加入这个新的新创造的团体。所以上帝毋是要为着审判，是为着新的创造。再者，咱来看24节到28节，这段的描写一开始，上帝用真有气力的话来讲起，讲我创造这个万物，我对将这个天甲天开，我铺地的时，只有我家己一个。所以这个描写一讲起，上帝创造的主只有一位。这个要互以色列人知影，当巴比伦人伫遐啼笑讲恁的上帝伫倒落的时阵，犹太人因爱去认捌，阮的上帝毋是徛伫耶路撒冷迄位上帝，阮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。因为伊铺地的时阵只有伊一个，伊天开天的时阵只有伊一个。这款的描写是要互因知影，这已经改变以色列人因的神观。因过去掠准因的神，敢若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，但是因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时阵，竟然因发觉，阮的上帝竟然是一个。到伫巴比伦嘛会讲话的上帝，伊通过先知的讲，将来巴比伦帝国要败去，要兴起一个塞罗斯皇帝来成做一个牧者，来牧养以色列人。这是开因的眼界，这是开因的眼界。煞接伫25节到27节，先知用几个这个动词来讲起，讲我要互因诚做愚妄，我要互因的语言失败，等等这个，这就咧讲起人的权威、智慧者的智慧、占卜拢会失败，只有上帝所讲的话会通成就。所以咱看到上帝对伫讲话、行动拢是一致的。上帝毋敢若宣告。伊搁安怎？伊带出伊的行动。所以上帝讲伊要伫重新来起造这个犹大的城市，要对迄个偏远的所在，互因得到复兴。特别咱来看迄个27节所描写的27节安尼讲起，我对深渊讲，要打去。我要互你的河流拢打去。这个画面是咧讲啥物？深渊其实，互咱想起迄个创造的时阵，
上帝对混沌的深渊的中间，创造宇宙万物所创造这一切。一讲这个河流打起，其实互咱想到的是出埃及，上帝互红海打起，以色列人因会当得到逃亡。这换一句话，互咱知影，上帝的拯救，毋是干那伫过去的新约，伊也有缘要将即款的拯救延续伫今仔日这个时代，就是受掠的以色列人，因要得到逃亡。所以咱来看28节，28节伊就安尼讲：我对塞罗斯讲，你着替我牧养。原文的意思是讲，塞罗斯是我的牧者。上帝竟然互一个波斯的皇帝外国人，真做看轻外国人的犹太人，因有一个新的无共款的观点。波斯的皇帝竟然会通安怎真做因的牧者，外邦人竟然会通真做因的牧者。上帝伫第一次的预言的中间，就直接点名，讲这个塞罗斯，这是整个以赛亚书内底第一摆出现塞罗斯伊的名。确实，伫历史的中间，波斯皇帝伊伫公元前539年打败巴比伦，甚至伊下令将这受掠的犹太人，互因转去到故乡，定起因的圣殿。这当初时的宗教文化的中间，这是真恶得想象的。但是先知竟然伊会发出这款的预言，所以以赛亚先知伫犹太人的历史的中间是一个真特别的先知，因为伊讲的预言已经成就，所以伊是一个真正的先知，会讲起这件代志。英国的圣经学者 John Goldingay， 伊会讲起这个叫做大卫观念啊，用大卫王朝的解构，因为犹太人拢认为大卫的王朝才有迄个就抹油的，伊上帝是对大卫的王朝产生家己的王，但是伫遮上帝安怎拍破因原本的人物，意思讲上帝要竞选什么人，就竞选什么人。上帝甚至用无人物意的人来完成伊的救赎的计划。这拄拄互咱看到，上帝的作为无受民族、宗教甚至信仰的限制。上帝是全地的上主。上主的权柄刷到伫列国的历史，这是对犹太人也是对咱来讲一个深深的一个思考。当以赛亚宣告这个预言，会讲起，迄当时耶路撒冷犹原是趴远，以色列人犹原是受掠伫巴比伦，但是因敢要相信先知所讲的话。先知讲啊，将来波斯皇帝会起来打败巴比伦，恁敢要相信？刘兄弟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，信心的挑战。先知讲啊，你敢要相信？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上帝有缘伫遮来引出人类的历史。伊会当伫国际变局的中间运行伊的旨意，咱敢会去想象到1989年的时阵，东欧共产党的崩盘，咱拢想袂到，迄阵仔亲像做一个民梦共款。但是这段经文早就会讲起啊，上帝伊的作为。是超越人所会通认捌的，这款的作为
带予咱什么款要紧信仰的反思，也是教导。我想有2项，咱会当做阵来思考的。第一项，人将迄个伊所敬拜的迄个对象，只有安怎？只有敬拜上主，才会当恢复人的真实啊！这段经文啊，亲像一面镜，互咱看见人的心的迄个倾向。人若离开创造的主，伊就安怎？伊会去塑造代替品来敬拜。过去可能是插头红仔，但是现在有可能是啥物？有可能是金钱，有可能是伊的官兵，甚至科技。古早时阵，雕刻偶像，现在的自我中心，偶像的形式会改变，但是偶像的本质无改变。人会渐渐变得伊所敬拜的物件。人若敬拜金钱，伊就安怎？成做一个真冷漠的人。伊若敬拜权力，伊就成为很暴力的人。伊若敬拜科技，伊有可能就成做演算法的仆人。当人定心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才会当恢复迄个光甲自由。所以上帝通过以赛亚甲咱讲：除了我以外，无有别个神。这毋是命令，这是一种邀请。因为你若讲我是属于神的，属于上主的，你的身躯顶就无恰义讲我是属于巴比伦王，也是属于奴隶的主人。真正的自由，毋是去控制别人，乃是倚靠。真正的自由，毋是去做神，乃是去敬拜真神。伫顶世纪诶，即个荷兰有一个真互人钦佩的基督徒，叫做 Holy Temple。伊是一个荷兰的人，伊出世伫一个敬虔的基督教的家庭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德国纳粹因占领这个荷兰，伊甲伊的老爸甲姐姐因的家族，为着要救这犹太人免遭受到纳粹的屠杀，因将这犹太人藏伫家己的厝的内面，因藏伫厝一间封起来，叫做密室的所在，藏伫内面，因的生活拢关伫内面，但是去互人密报。最后来，伊甲伊的老爸甲姐姐受掠，掠到伫集中营。后来战争了后，伊受讨绑，因为因救真侪的这个犹太人。讨绑了后，伫1967年12月12日，伊受以色列政府这个包容国际艺人的这个名誉奖章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期间，伊伫遐通过伫受关押的中间，伊带领人伫监狱中间祈祷读圣经。战后伊得到自由，伊33年久的中间，行遍60几个国家，来见证伊所信仰的上帝。因为伊咧讲起，耶稣会通将失败转变荣光。伊有一回伫德国咧报道的时阵，咧做见证的时阵，拄着当初时伫集中营历代伊的这个守卫，迄个纳粹的士兵行往头前，恳求伊赦免。这个可里伫迄个当时，伊有一个挣扎，但是伊讲：我无法度靠家己来赦免你，但是我选择敬拜上帝的听。
所以伊的手伸出去了后，伊感受到一个快乐，对上帝来，伊真正去赦免迄个人。后来这个可里伊安尼讲：当我敬拜上帝的时阵，我得到自由；但是当我怨恨的时阵，我犹原活伫监牢的内面。伊的性命拄拄的见证以赛亚的信息。咱若敬拜偶像，会互人安怎继续束缚？咱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会互人得到讨棒。伊的赦免其实就是上帝伫伊的内面，互伊会通得到讨棒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第二个要甲咱分享的，咱重新来看待偶像、神像，也拍开甲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话。伫这段经文用讽刺来讲，拜偶像、雕刻偶像，迄实在是真罕古的代志。咱来知影讲，伫古早这个美索不达米还是巴比伦的地区，因雕刻偶像了后，有一个仪式叫做 mispir， 就是安怎洗口。偶像的嘴、偶像的目睭、偶像的耳孔，爱安怎？爱洗洗，做仪式，互神的灵会通进入伊的内面。这其实真类似民间台湾民间信仰的开光甲入神的仪式。这款的仪式，伫真侪亚洲的处境内面拢有啦。咱伫台湾，咱可能对伫即款的仪式，咱真生疏；但是对伫道教信仰、其他民间信仰的人，因拢真清楚。因为入神主要有两个，咱讲步骤。第一个方式就是安怎？爱用阴阳水；第二个爱开光入神。通常这两个步骤是共一个仪式内面来完成。什么叫做阴阳水？一半湿的水，一半冷的水。什么叫做迄个阳水？讲对天降落的雨水，未落伫涂骹升起来，去互日头晒晒的，迄叫做阳水。若是对深的果子，出出来对涂骹揢出来水，叫做阴水，所以要用阴阳水。这个阴阳水爱来洗净，然后爱入神，爱入神。迄个入神就是伫偶像的脚趾片有一个孔，迄个孔内面安怎爱装这个入神的物件？迄入神的物件写有啥物物件？用一个符啊。顶头爱写今仔日日神的这个生辰是啥物？那亲像伊的身份证啦，用一个红纸写下来了后，爱安怎搁包入五宝还是七宝？金银铜铁石珍珠玛瑙等等遮的，爱搁放香火五谷包好势，然后外口爱有用五色的线填好红。了后，放伫迄个空内面，放空放好了后，搁安怎将活米放伫内面？活的物件是啥物？通常过去叫做啥？金苍蝇啦，河神。河神因为有神啦，叫做河神河神入去。河神即种的金苍蝇歹掠，迄大只的歹掠。后来安怎虎头蜂嘛有啦。较大声的安怎？用迄个文鸟放伫迄个内面，放落去了后，放起来，法师就安怎做仪式，开光点眼，互这个插头亲像有神伫内面，这叫入神啦。我伫旧年，咱的教会有拄好一个姊妹的妈妈要信主。当时我去病院替伊洗礼，洗礼了后，伊甲我讲：牧师啊，阮兜有阮对阮祖开始有
侍奉一个神明啦吼。啊，你敢会当来替阮处理？我到伫厝的时阵，看到伊迄身五常神像，迄已经是几百年啊！你敢知？伊讲对即个清朝的时阵，对伫即个中国迄边带来到伫台湾，因所拜叫做五谷龙神、五谷龙神啊，神农大帝啦。哇，迄阵超过100年的历史。啊，以前我读过即个宗教学，台湾的民间宗教。啊，我甲问讲吼，啊，恁即个神农大帝吼，面生做啥物款？伊讲安怎讲？我讲啥物色的啦？伊讲黑色的。我讲哦，安尼了解。啊，我讲色敢有差？我讲有哦。迄个五谷神吼，五谷农神吼，有3种色呢，有绿色的，啊有红色的，啊有黑色的。哦，啊黑色是啥物？黑色就是安怎？尝百草中毒，所以诚做黑面的啦。我讲这个黑面的吼，就是安怎？伫恁的信仰内面，就是安怎？做医疗的先生啦。啊，所以伊讲哦，无输安尼讲，阮就知啊。阮的祖先就是草地医生啦，过去的开草药啊，甲人帮衬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因过去就是咧拜即种神啦。所以我到伫厝内伫遐，为着因来举行圣别礼拜，啊，将遮的神啊因所拜甲替神啦。啊，我后来吼将即个物件神像，我讲哦，这个是真有历史价值的呢。哦，啊，若是一般迄个菜市仔买迄种灰亚的，迄吼通常我就甲单掉啊。我即阵吼，100几年呢，有文化有历史，所以我就去问政治大学的总教授。啊，总教授讲啊，恁敢要收？吼，啊，我有一寡物件，叫恁总教授去做宗教研究，安尼好无？总教授的先生问我讲：“牧师啊，阮敢需要搁找法师来举行退神的仪式？退神啊，因为入神嘛，啊嘛爱退神啊。”我就甲因讲：“免啦，免啦，我用基督教的仪式已经退神啊，内面无物件，你放心。”然后就将物件送到伫政治大学。这五相对来讲需要去退神，内面迄个物件我去摕出来的时阵，哇，迄个河神已经浮去啊啦，但是你阁会当看到安怎？有迄个白啊、米啦、吼等等遮，还阁用迄个五色线，吼加白虎条。这对我来看，这拢是100年的文物。是做一个宗教学研究的材料。你毋知影马介牧师伫台湾过去嘛收足济即款的五常，伊嘛是做这个宗教研究的材料。阮咧讲道研讨的时阵，永有牧师讲有啊，即摆阁伫个啊，伫加拿大多伦多迄个皇家的安大略的博物馆内面。哦，啊，我是毋捌去迄遐来。哦，啊，若是看马介牧师迄当时真先进，伊将遮的起来，我想伊嘛是安怎会甲因通过一个礼拜，将遮的退神了后，甲当做一种研究的物件。先知以赛亚爱咱知影，真正的上帝无需要请入去五常内面。因为真正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救赎以色列人的主。伊主动临在，毋是人话来伊就来，话去伊就去，毋是啦。今仔日的五常崇拜，其实讲起来已经超越宗教的范围啊。有的人将科技、资本、名声、地位等等遮的，拢有可能成做人的手所做的神。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学家 Charles Taylor， 伊写一本册叫《世俗时代》。伊伫迄本册内面咧讲起人安怎受困于内在框架，
你来看这个巴比伦的人，因咧雕刻偶像，迄嘛是安怎受困于迄个偶像的内在框架，因歹去拒绝，歹去超脱因的原本的人物，所以这爱拍破。啊，对犹太人咧，上帝敢有甲因拍破？有啊，因过去认为因的上帝是耶路撒冷的上帝，他会甲怎？他会去通过外邦人，成做因的拯救，这嘛打破框架。所以咱会通看到，咱需要去打破框架。现代的偶像比插头搁较歹去发觉，但是安怎深深束缚咱的心？犹太人迄当时认为上帝只敢若会当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太有可能成做外邦人的上帝。所以通过这个事件，上帝打破他们的信仰框架。上帝嘛伫遮拍破巴比伦人的信仰的框架，因认为神就是安怎爱活来伫这个偶像的内面。所以打破框架，这个是真要紧的。以赛亚书44章，伊毋是拒绝其他的信仰文化，伊乃是邀请咱重新来认捌这位打破框架的上帝。面对多元的台湾处境，教会的使命毋是安怎？毋是用排他的方式来回应，乃是爱用真理、谦卑甲人对话，恳求别人，肯定别人，因嘛有对迄个超越的神的渴望。上时阵，咱咧见证的是，咱的上帝是迄位临在伫咱中间，互无变做有，互死变做活的上帝。咱毋是要甲因伫遐对骂对抗，咱是要互因会通通过真理甲谦卑的对话，互因看见认捌咱所信仰的上帝。愿圣神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恩典，因带阮，互阮通过今仔日的信息，搁较明白甲其他的宗教信仰的相处，互阮也拍开阮原本受限制的眼界，竟然上帝的呼召，无认捌上帝的赛罗斯，成做牧者。主，阮也恳求你帮助阮，阮为着阮的国家的领袖来祈祷，因为阮的领袖还未认捌上帝的时，阮知影上帝你也竞选因，为着民主自由来努力，亲像赛罗斯同款，虽讲毋捌上帝，总是上帝竞选。阮也恳求你施恩看顾，互阮的社会，阮人人拢会通有机会来认捌上帝。你是创造宇宙的上帝，你是带领人类历史的上帝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拍开阮眼界的认捌。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第71首，圣诗第71首，基督世界真光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双来祈祷。第一，为2022年度主讲协调甲预算会议；第二，为个人灵修生活，并且当实践信仰；第三，为立法院大岛守护民主自由人权。请咱大家出声同心来祈祷。这时声带领结结束，当咱做结束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掌管万有，也是教会的头。这时，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明年度教会的事工协调甲预算的会议来祈祷，求你赏赐智慧，互阮有合一的心，一切计划甲安排，拢有你好的意思。会当祝福众人，荣光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更新阮每日的灵修生活，互阮亲近你，对你的话语得到力量，互阮的信仰无过是用讲的，过是行出来，活出听甲愿望。最后，阮为着立法院甲国家的治理来祈祷，愿你公义领导。保守领袖掌权的人，坚守民主、自由甲人权的价值，互台湾成做一个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甲你同行的国家。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
请坐。请你掀开周报通知事项。第二，12月7号甲12月24要举行新礼典，欢迎各自受洗兄弟姊妹来参加洗礼班。报名请向牧师长老。洗礼班定伫11月22拜六甲11月29拜六下晡2点，伫203教室，请备办心来参加。若是时间冲突，会使另外补课。第三，正经校秋季班今日有上课，欢迎兄弟参加。第四，幸福小组要伫11月27拜四教阮节按时6点半伫主流教室，并一家一菜方式来举办感恩节特别聚会。欢迎有兴趣兄弟，请伫11月23以前春晖长老还是小组同工报名。第六，不赦之罪放映会，甲会后组团定伫11月16，后礼拜日下晡3点半伫美院小礼拜堂举行，邀请电影导演林先用广东话来进行，欢迎参加。开会消息：11月15下晡1点伫203教室召开视觉协调会甲预算会议。敬请小学员出席参加。教界消息：第2点，庆生中会婚姻部甲金兵学会联合办理还未结婚前年活动，时间是11月29拜六规工，报名请办公室。番客消息，其他消息大多事项顶就方言，事务人员请咱给过目，请牧师请安。咱今仔日有几位迄个对英国来的朋友吼，因已经先离开啊，对嘿。咱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，甲咱每一位生活伫地。咱就来用信息第386首，信息第386首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银丝线请牧师接导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彼被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密道闭会。若是需要带到兄弟，请到这那边雨伞骹，其他兄弟欢迎参加地表的交易。